阿尼玛卿，阿尼玛卿，责任为谁？55。而在作为自我的脏巴当中，我更乐于吃康或安多的水末石末脏巴。胃脏的脏巴太精细了，既不够香，也容易沾满口腔，影响观展，难怪唯唯诺诺。当脏巴用作食指，脏巴就是人与神共享的食物，或者叫做错，或者叫做多玛。当然，这些神灵是本土的，属于自己，而非他者。56。一些微妙的尴尬，本质上跟驯化与否有关，跟被驯化了什么部位有关，有的是舌头，有的是心脏。我表面上被驯化了，但心没被驯化。我见过的有些族人，母语没有丢失，习俗没有放弃，然而内心呢？就像他考上了公务员，不久要去某个乡里赴任，以后慢慢往上升呗。他说，就像他当初结识时嫉恶如仇，如今成了志得意满的成功人士，而他的解释是因果使然，他要张开双臂去拥抱。57。在他蛮横的吹刮下，树驯服的弯曲；在他蛮横的吹刮下，骨头驯服的弯曲。不远处，羊群散开，垂手觅食的姿势，那么温驯，好似听话的奴隶。58。一头差不多浑身白毛的白毛牛，在一条挨着高速公路的土路上，默默地跟着我走了很久，我最后都有点依依不舍。他会不会是阿尼玛卿的坐骑？不对，那应该是头野牦牛，天生不可驯服的骄傲，奸计，某种与人间无关的印记。59。驯化之后的牦牛有一种异常温柔的温柔，驯化之后的族人有一种异常温顺的温顺。高架桥像一把长长的刺刀，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，隔断的天空显得遥远，隔离的雪山显得犹如隔世。于是我们第一次迷路，受阻于被混凝土改道的河道，折回、爬坡，横穿车辆驶过的高速公路，才找到传统的转山路线相当狭窄，